當有合適嘅生境，就會引入各類型嘅物種。而呢度引入咗嘅就係人見人愛、象徵和平嘅中國國寶大熊貓啦。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喺2006年正式登錄於世界遺產名錄自然遺產項目，符合標準10嘅元素。保護區位於中國東南部四川省成都高原同埋青藏高原之間嘅邛崃山脈以及夾金山脈，包括4個地市嘅7個自然保護區同埋11個風景公園。四川大熊貓保護區、臥龍、四姑娘山以及夾金山，主要係因為對大熊貓保護嘅重要性而聞名，被視為中國嘅國寶同埋全球保護工作嘅旗艦。呢個保護區係中國甚至去到全世界現存最大、最重要嘅大熊貓棲息地。保護區擁有全球30% 以上嘅大熊貓族群，係建立大熊貓圈養繁殖族群最重要嘅來源。呢個地產亦係世界上任何溫帶地區或者熱帶雨林以外任何地方植物最豐富嘅地點之一。佢嘅突出價值就係在於保護咗多種嘅地形、地質以及動植物物種。呢個遺產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具有特殊嘅價值，可以展示生態系統管理系統點樣去跨越國家同埋省級保護區嘅邊界發揮作用。除咗貓熊之外，保護區仲擁有大量特有同埋受威脅嘅動植物物種，包括其他標誌性嘅哺乳類動物物種，例如小熊貓咁。保護大熊貓棲息項目受到一系列國家同埋省級法律法規嘅保護，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遺產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直接去管理法律依據，係遺產保護嘅一項非常重要嘅措施。2008年四川發生8級地震之後，呢個項目嘅恢復重建計劃已經制定同埋實施。未來嘅管理重點係包括逐步咁去增加呢個地產裏邊嘅所有保護區人員配備同埋資源水準，改善財產裏面嘅各個儲備之間嘅協調關係，更好咁去支持科學研究同埋教育，實現旅遊效益最大化、旅遊影響最小化。